他不记得我了。别哭了，说给我听听吧。哎呀，小景哥哥，我原本以为我们两个之间没有秘密，小景，没想到你和琉璃竟然……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原来我不是你能敞开心扉的人，我们的约定都是骗人的。小景，你听我解释。既然我是多余的，我贺连锦从今往后不会再来天上居了，那就不必来了。春雨哥哥，乱成一锅粥了。春雨哥，你为什么打我？都跟我去厨房。今日贵人临门，缘分会有转机。春雨哥，你偷听我说话！你自己在门口说那么大声，缘分会有转机，小景也有喜欢的人了，真是恋爱的季节呀！姚哥，哦，可可豆烘焙完了。啊，来了。对了，既然是恋爱的季节，不如就做爱情的味道吧。春驴，帮我搬东西。哦。好了，一切就绪。李阳哥哥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下面就看我的吧。别看烘烤之后的可可豆味道苦涩，只要打碎外壳，赶走皮屑，然后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经过几道简单的工序，口感就会变得无比醇香。越煮就越像爱情的味道。虽然总会伴随苦涩，但是不用怕，